各位主內嘅兄弟姊妹，因為堂區今晚就冇彌撒，原因就係我哋去主教座堂6點鐘嚟到參與一台嘅祝聖聖油嘅彌撒，包括領洗聖油啦、堅振聖油啦，同埋病人傅油禮用嘅聖油啦。今晚咧就喺主教座堂祝聖，所以今晚就冇彌撒。咁儘管係咁，我哋都同大家藉住呢個咁嘅機會，分享翻今日彌撒嘅2篇讀經為大家做少少嘅解釋。咁喺同大家分享之前呢，首先我哋讀一讀今日嘅彌撒中嘅聖言。讀經1，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。我主上主賜給了我一個受教的口舌，叫我會用言語援助疲倦的人。他每天清晨喚醒我的耳朵，叫我如同學子一樣靜聽。我主上主開啟了我的耳朵，我並沒有違抗，也沒有退避。我將我的背轉給打擊我的人，把我的腮轉給刺我鬍鬚的人。對於侮辱和唾沫，我沒有遮掩我的面，因為我主上主協助我，因此我不以為恥辱，所以我板着臉像一塊碎石，因我知道我不會受恥辱。那給我伸冤者已來近了，誰要和我爭辯？讓我們一齊站起來吧。誰是我的對頭？叫他到我這裏來吧。請看，有我主上主輔助我，誰還能定我的罪呢？上主的話。剛才呢篇嘅讀經係選自依撒意亞先知書50章4至9節，亦都係依撒意亞先知所記述嘅天主僕人嘅詩歌嘅第3篇。字裏行間呢，大家係咪有點好相似熟悉嘅感覺？就係耶穌受苦受難，遭人侮辱，遭人謾罵，頭戴刺冠，被鞭打，但係默不出聲。喺呢度，上主嘅僕人只係聆聽天主嘅旨意，所以佢唔反抗。表面上係一個弱者，其實佢真正係一個強者。強者佢知道喺受苦難之後、死亡之後，佢要復活起上嚟，戰勝死亡，戰勝一切。佢手中嘅5傷，腳上嘅5傷，身體嘅5傷更好話，展示出嚟就係愛我哋人類嘅一個標記。所以世間嘅處理法同我哋跟隨耶穌基督做上主僕人啦，面對一切嘅嘢，我哋要隨從嘅就係天主嘅旨意。天主要我哋背起我哋嘅十字架嚟到去完成自己嘅任務嘅時候，我哋
伸開耳朵，留心聆聽，絕對服從。今晚係一個聖週三嘅時刻，聽日就係進入就係3日嘅逾越節嘅慶典。讓我哋特別求天主祝福我哋啦。跟住我哋聽下第2篇嘅讀經，就係福音。恭讀瑪竇福音。那時，那12人中之一，名叫猶達斯·伊斯加略的，去見司祭長說：我把耶穌交給你們，你們願意給我什麼？他們約定給他30塊銀錢。從此他便尋找機會要把耶穌交出。無酵節的第1天，門徒前來對耶穌說：你願意我們在哪裏給你預備吃逾越節晚餐？耶穌說：你們進城去見某人，對他說：師傅說，我的時候近了，我要與我的門徒在你那裏舉行逾越節。門徒就照耶穌吩咐他們的作了，準備了逾越節晚餐。到了晚上，耶穌與12門徒坐席，他們正吃晚餐的時候，耶穌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中有一個人要出賣我。他們非常憂悶，開始各自對他說：主，難道是我嗎？耶穌回答說：那同我一起把手蘸在盤子裏的人要出賣我。人子固然要按照指着他所記載的而去，但是出賣人子的那人卻是有禍的。那人若沒有生，為他更好。那要出賣他的猶達斯也開口問耶穌說：辣彼，難道是我嗎？耶穌對他說：你說的是。上主的話。剛才聽嘅福音係按照瑪竇福音記載嘅一段，耶穌喺最後晚餐開始嘅時候指出，有一個門徒要出賣佢。自然個個都關心邊個話咁。但係按照瑪竇嘅福音記載，同昨日我哋聽到若望福音嘅記載有少少唔同嘅。若望福音記載，如果冇記得，係耶穌話：我蘸塊餅俾邊個食就係邊個。但係呢度咧，就係同我一齊啦，嚟到喺盤裏面蘸餅嘅人，點嘢食嘅人。咁所以喺混亂之中，個個都點同我一齊嗰個。咁呢個好肯定，猶達斯心知肚明，但係佢自己亦都要扮唔知道一樣，對耶穌話：辣彼，難道是我嗎？耶穌答得好清楚：你說的是。按瑪竇福音記載，我估佢寫呢個耶穌受難史嘅時候咧，回憶翻當日嘅情景，記載落嚟。但喺當時嚟講，肯定佢哋唔係咁在意因為太亂啦大家喺度慶祝緊逾越節，應該係好開心嘅日子，慶祝猶太人離開埃及嘅事蹟。咁喺度好強調嘅瑪竇福音開始嘅時候咧，
指出咗猶達斯佢刻意要將耶穌出賣。我將耶穌交俾你哋，你哋俾我乜嘢？結果係30塊嘅銀錢要出賣耶穌。我哋耶穌個門徒，而家我哋喺慶祝耶穌逾越節慶典之前一晚，我哋問翻我哋自己，我哋跟隨主耶穌基督，可曾有個背叛耶穌嘅思想，背叛耶穌嘅行動？可能明眼上我哋冇咁公開，但係實際上好多時我哋唔肯承認我哋嘅信仰，唔肯公開表明嘅信仰，唔肯按照我哋嘅信仰嘅要求去生活。某個意義下，我哋都係背叛咗耶穌基督。我哋心口不一，心裏可能相信，但係我哋行動唔能夠表現到出嚟。咁喺生活之中，好多時我哋都會遇到咁嘅情況。我哋睇到人係咁做，有時睇到自己同樣犯同一個毛病。咁讓我哋求上主祝福我哋啦，希望我哋唔好出賣我哋嘅主耶穌基督。既然間我哋跟隨咗佢，求佢俾我哋力量，面對種種挑戰，我哋都要保持我哋嘅信仰。我哋知道我哋嘅軟弱，所以我哋要屈膝跪下，求天主嘅憐憫。因為我哋的確係軟弱嘅人，我哋好多時遇到困難，我哋會出現狀況。求天主俾我哋力量，天主保佑。祝大家，預祝大家復活節快樂。